但是其实我近期有刷到，我也有看到，就是大家有一些人，就是有一部分人觉得情绪很激动啊，这样。其实我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能不能恳请大家，不要去影响我之前的剧组同事，包括我的工作人员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拍过短剧，对吧？我很感谢我的每一份工作经历，我也很珍惜我每一份工作经历，因为那每一份工作都是那个时候当下的我最好的选择，所以我也不希望到最后有一个不好的结果。大家多多包容一下嘛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网速快，网上的东西我都可以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在努力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，都在一步一个变。